研究大家应该愈早蛮关心空气品质，新闻也登上提醒大家要注意 PM2.5细限范围了。论办案的影响当中，好山好水的南投玻璃，对环保署 PM2.5的监测排名来看，登上是前南美前3名哦。玻璃虽然无重工业，但是由配得天气来的工业污染，韩国南投7家手管啊、冲茶引进也都会污染。故所玻璃的居民上做的7家来改善，包括一群自雇妈妈正来吃救费，许多各地先头公园。好高的每乡下来做90年的用来保护7家，农民没事也乡下想办法减少空气污染。今家人呢也常常影响到附近的乡镇市的，带大家乡下来看下先。看那过去一来茫茫，头摆的意识晴天唔知奈起嘞。有特别是系一旦你就讲好山好水的南投县玻璃镇。我们小时候其实就是走出家门，抬头仰望就是蓝天白云。那其实这几年啊，不是说今年，就大概这3、5年都特别的明显是，只要早上一起来，你看到的，其实你看到太阳很像是月亮，因为它雾蒙蒙的被包围住。那当然也是因为去年开始比较有人在谈这个 PM2.5，才知道说其实这个是雾霾。今年秋天，南投玻璃镇嘅行业 PM2.5嘅量度监测都达到青洋葱嘅调吹式境界，有上是行喺全国清理会嘅。大家都明嘅，明明镇内就冇任何大型嘅工业工厂，用嘅空气污染會按洋葱咯。主要嘅原因係玻璃上係保護體系，無論係外地嘅工業污染，也係人類嘅氣體差排放、上禁止、無管也掉，第二保護嘅體系，認證風態也掉污染物就東南散開來。並且啲玻璃鎮嘅污染物，單都係啲外縣市比過來嘅。埔里也实际上排放量并不大。那所以，当然它本身有一些比较小的工厂或是一些交通的排放之外，我们是用模式模拟过、分析过，是觉得大部分是从外面进来的居多。所以其实可能从这个台中或是中部地区跟南部地区这些比较大的排放源，因为海风的关系会进到埔里里面来。那我们刚刚讲的，它进来就出不去了。無論係日時頭，也係暗晡時頭，一到秋冬，係東北季風嘅時節，玻璃嘅空氣污染就係較嚴重。雖然污染單都係外地來嘅，其實人類嘅污染物對空氣品質沒有動態嘅影響。其实 PM2.5的来源我们可以分成说由固定源、移动源跟逸散源的部分3个方面来讲。那固定源的部分当然就是像我们讲的一些工厂的排放，那移动源的部分它比较大的 PM2.5来源的部分，就像是一些汽机车、老旧型2行程机车，甚至说柴油车的部分，它也是一个 PM2.5 一个主要的产生源。那逸散源的部分的话，就是像一些我们像一些露天燃烧，还是像一些餐饮业的部分，那这些也都是会产生一些 PM2.5的来源。玻璃證人好高機關也掉對工業氣勢了解到空氣污染實在當嚴重，因為外界嘅安尼嘅問題，就會對自家來做氣勢。許多玻璃鎮內用人過少，一行業傳統就看得到彩色嘅空氣污染板。學生嘅當年來到學校，冇就係全部卡錢。就會掃描檢查環保署空氣品質嘅情形，來換空污板，我哋提醒同學要注意。如果空氣真的太差的話，主任就是會廣播說今天的空氣指數是多少，然後老師也會叫我們戴口罩或者就是減少外出運動。綠色代表空氣很好，然後紫色代表空氣污染很嚴重。老師會叫我們戴口罩，然後在教室裡面活動就好。我会跟他们讲说，你只要看到绿色的，就是代表埔里这一个空气状况是好的。然后黄色的部分的话，就可能要回去告知有心脏病的家属，或是说可能就是在外出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就是佩戴口罩。然后在7以上，
我们学校如果有看到它是7以上的话，我们就会在广播，让小朋友就是在体育课的部分，可能就是户外的部分减少。育婴国小面对今年起始伫学校嘅综合两位课程，冇就开全校嘅自费时间，邀请专家来上课。还有家长来接新人嘅家下，就会先头去检查都会老开关检测。那个家长你好哈，这个文宣就是 PM 2.5，因为埔里现在的空气品质不好，所以这个的话让家长参考，这个可以贴在车子里面，就是有关就最近也比较有怠速的问题，我们就一起来解决这样。有家长还用行路嘅方式来接新人呢。拿定 PM 2.5嘅测量仪器，随时注意空气品质嘅变化。一般来讲，就是说在走动的时候，像学生放学一次出来很多人，那他可能扬尘，造成他那个数值会偏高。还有车子在过去的时候，那还有就是怠速。那刚才还有看到有一台车子来接学生的时候，那他一次跳到100多，那这有可能是因为他车辆比较老旧，那它的排气的部分呢，可能就是排放出来的气体会比较浑浊，然后它的浓度比较高。育婴国小嘅家长陈义珍认真发现新人呢，将送回公民，开始注意到玻璃镇嘅空气污染问题係嚴重。故所同其他嘅亞條沙基媽媽，同去年新人嘅家下，強下鎮呢玻璃 PM 2.5空污減量持續費。對各站學校了解實施擺攤嘅類先圖，hand圖成故用文教基金會行送記錄，用行通客嘅方式，希望證明我哋關心地方環境。亞條嘅應用啲係天天嘅擴散到其他嘅用城市，會邀請亞條去到沙基公園。究竟在這麼多污染行為裡面，哪一個事情是要被放大檢視的？這個其實需要再審慎去評估。那因為我們是從環境教育開始，那就會變成說，我們能夠從自身開始做的部分，就盡量去做，不要因為說你沒有找到最大的貨源之後，然後大家就一起擺爛。社區大學呢，它的公民素養週正是可以呢，把這樣子的議題凸顯出來的一個機會，所以呢，我們特別看最近呢，我們的空氣品質。竹山跟埔里，我们这2个乡镇市呢，空气品质都非常的不好。我们觉得这已经是危害到呢我们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民众的身心。所以呢，从我们社区大学开始要做起。对沙基教育先头做起事，为民众有下下沉嘅認識。天天呢，沒有農民喺國防家下，唔會就按你啲田橋巷小管，就唔會受到嚴重動嘅。空氣污染就唔會按理會，查嘅行事也較安全。農民喺縣政府環保局嘅推廣下，開始用一升權皮來處理管，使用嘅用幾個後發現有1度嘅好處。有點像是一般的那種有機肥，一定要用人工去施灑在那個稻草上面，所以說它可能比較花費一點點人力，因為要用手下去撒嘛。但是食用以後的話，我發覺它這個菌肥的話，它本身也有一點點的肥料成分，它本身有這樣。所以說，如果要講好處的話，它除了這個菌在泥土裡面的話，那個它可以使得壞菌變減少。那在稻子成長過程的話，它那個有一些像細菌感染之類的毛病就比較少。另外還有玻璃種高筍的農民係用有機嘅方式來種，高筍後咪唔係用小嘅方式來處理。像我們的話是把它堆在那個就是茭白筍的田溝裡面。那如果季末的時候，就是放完水之後讓它乾之後，我們是把它攪拌在那個就是泥土裡。還變成一個肥料這樣子因為我們是採取有機的一個耕作方式，所以我們從以前就開始就沒有再燒了。那我們又把它利用，就是茭白筍的葉子其實非常多，那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個文創的一個 DIY 的手作，那給客人做一個扇子啊，或者是公仔這樣子的一個模式出來，那客人其實也還蠻喜歡的。空氣這個空氣呢，那唔好，佢都會影響到水質。
随时要银行来无高顺，嘿，高顺那唔会讲的产量会减少。那像空气的污染物哈，它最终很多还是会透过干沉降或是湿沉降，像下雨，一下雨的话，这就被洗下来了。那很多最终受体就是在我们的河川，到河川就污染到河川，那到土壤就来到我们的土壤。那很多我们的这个空气污染物里面有重金属啦，很多的物质到土壤里面以后，会经由那个植物的植生摄取，会有个植物那种一个食物链。最终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人呢。南威地方嘅信用中心，咪係因為嘅其中一類污染嘅源頭，故所成功喺太正嘅家下，每位老禁止叔叔以類，將對向下手。南威平常時每位隨行，冇少按到禁止，一隻向路少一幾向就好。我們鄉呢，我們就加強一爐一鄉，現在改為5個爐的話就5支而已，以前每個人三支的話，5個爐就15張。先從這裡減量。金紙呢？金紙以前我們這個比較大包哈，比較厚一點。後來把這個大張的哈減量，裡面的小的那個銀紙哈，這個叫金紙，裡面那個銀紙呢就減量一點這樣。對民眾、學校、農民都成功，包含縣政府同地方代表都向下來做。中繼保利鎮公所成立空污減量委員會來做檢討，縣政府係推出補助經費來相應配合，希望到唔合乎環保標準嘅汽機車淘汰掉。我们希望说可以加速的淘汰我们县内的2行程机车的一个数量，所以我们在今年7月份其实也配合环保署，我们自己县内也有加码30%的部分，那去加速2行程机车的汰换。那另外在柴油车，刚刚有讲到柴油车的部分的话，柴油车我们现在也有从一些公部门的一些垃圾车的部分，在年底也会加装一些滤烟器。那经由滤烟器，现在有一些研究报告指出，它事实上它真的可以降低80% 的一个 PM2.5 的一个排放。其实，在这个空污减量委员会的这个部分，我们是3个月开一次会嘛。那另外这些委员，他们为了要让大家知道有一个数字的依据，会定期的跟监测的数值啊来做一个比较。就是讲这段譬如说这15天、这20天，我们做了哪一方面的努力之后，我们来看20天之后的整个空气污染的数值，它的变化怎么样，它的程度怎么样。是講成立嘅空污減量委員會嘅保利鎮公所，前一步嘅沒有遇到嘅議論。10月15日家下，正面同附屬環保團體發起嘅附屬遊行發通，認證鎮公所為到會將南安路爬上太準橋嘅平頭同銀行套，為留161條嘅路數為曬照。我在這裡住20幾年，我們時常黃昏的時候還是早上的時候來這裡運動啊，牽狗遛狗，我覺得有這些樹，空氣會很好啊。啲嘅路嘅向遊行，行過交通嘅結合擺，前面鎮公所嘅天每一樓數為曬照，附屬團體們希望鎮公所會好好嘅維護亞條數位。當然是說我很謝謝這個鎮長，他最後的決定是說，他不要移植，是161棵樹。建議這個埔里鎮公所，他要未來施作這個人行道工程的時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去傷害到根系。反而現在應該要讓我們民間團體來努力，就是把這根系改善，這些樹才會變得健康。那這樣子的話，其實樹也健康，人也健康。這個特別是埔里是空氣污染很嚴重的地方，這個才是最好的解決之道。我們這樣的都會裡面呢，我們就需要這樣的嘛，這樣的一個森林的功能。第一個，它來保護我們的環境；第二個，讓我們的身心可以什麼，可以健康，可以疏解緩解。所以我們要選合適的樹種，從低層的所謂的喬木，接下來第2層的什麼叫做小喬木，第3層叫灌木，第4層叫什麼叫做什麼叫草本地被層啊。那我們把它組合成一個適合我們都會裡面，也適合我們的自然的環境，也適合我們的
这一个一个运作的模式，现在目前是我们都会里面很重要的。有数位嘅空气就唔會按歐洲係指出容易嘅公式，每位老歐洲嘅空氣吸收起來，嗰種嘅保護數位就特別重要。現在唔想當日就在風頂內吸唔到強烈嘅空氣，保利正義、農民、城鄉同市區亞調，大家用心來改變，為前自家嘅力，為前進保利嘅一石青田。